伫咧学校内底，那学生、老师其实嘛有可能会面对着互人霸凌的状况。不过目前各大大专院校是针对着教职员霸凌申诉的处理规范无统一的标准。根据高教工会调查，有超过60%的教职员对这申诉的管道无识，甚至也无愿意来相信。高教工会就呼吁政府应该互霸凌调查机制愈就治则是。今年1月份，新北市某一个国中的代理教师，互校长言语霸凌，互代理教师真惊吓。伫咧教育现场，除了学生对学生的霸凌，老师防霸凌的情形也有可能会发生。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过去接到教职员反映伫教育现场受到不法的侵害，26发布大专校园教职员这场霸凌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有大约2/3的教职员捌拄过疑似霸凌或者是不法侵害的状况。一种看起来民主的方式，公开的在会议里面进行，在公开的场合进行。你千万不要误以为高学历等于理性，或者是有高 EQ。他们非常习惯的善用教学上的示范，去告诉其他人：你敢跟他一样，你就是下一个。高教工会也表示，虽然大专校园有伫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规范内底，也有申诉的管道，不过有超过60%的教职员对申诉管道无识，也无愿意相信。也敢若大约23%的教职员有提出通报。因为有74%的教职员认为呢，这个担心通报后呢，隐私权益没有受到保障。反而会遭到报复，再反映出大专院校现行对这场霸凌的侵害的机制是完全没有办法获得教职员的信赖的。高教工会强调，目前各大专校院的霸凌调查制度无明确的规范，部分学校规定较零，干那少数是较严格的，也无申诉了后的纠正补救措施，甲校外的救济管道。因呼吁劳动部和教育部赶紧检核过去大专校园教职员的霸凌案件，完善处理机制。对此，劳动部表示，这几个月有针对反霸凌专章进行讨论，已经召开3届的专家会议，目前以研议专章为主。中长期的目标是推动这场反霸凌的专法。记者张家佳、谢桂林台北报道。